Hello，各位好，今日帶大家認識一隻細隻但勁有型嘅狗仔 Beagle。原產係英國，歷史悠久，佢哋係最佳嘅獵兔犬之一，嗅覺靈敏得驚人。Beagle 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，但係真正形成嘅係11世紀。征服者威廉一世響法國諾曼第帶嚟嘅塔爾特獵犬，再同英國本地嘅小型獵犬雜交培育出嚟嘅。呢啲祖先犬種體型較細，但係嗅覺超強啊，專門追蹤兔仔同埋小型嘅獵物。到咗16、17世紀，Beagle 成為英國皇室嘅心頭好，伊麗莎白一世女王超鍾意佢哋啊，甚至喺宮廷裏面養咗一大群。愛爾蘭貴族都培育咗2種極小型嘅品種，就係手套小獵犬，身高唔超過9寸，同埋口袋小獵犬，真係細隻到可以放入手套裏面或者馬鞍袋，方便啲貴族打獵嗰陣時攜帶。呢啲小家伙唔單止可愛啊，仲係當時社交場合嘅明星。佢哋仲走埋入文學同埋文化，好似美國漫畫《查理布朗》入面嘅史努比啦，同埋喺大偵探福爾摩斯嘅故事裏面，嗰隻偵探狗狗嘅靈感都係嚟自佢哋嘅超強嗅覺。話說喺19世紀，美國總統林肯屋企都養過 Beagle 噶，證明呢種狗狗就由工作犬變成家庭嘅伴侶犬。憑住呢個大眼睛、短腳腳同埋頑皮嘅性格，迷倒咗無數人噶。今時今日 Beagle 除咗獵犬嘅身份，仲係搜救犬同埋緝毒專家，甚至美國嘅海關經常都用佢哋去偵測農產品，因為佢哋嘅外表可愛唔嚇人。簡單講下養 Beagle 要注意啲咩啊？體型細，適合室內嘅環境養，但每日至少要45分鐘嘅運動，保持健康。好奇心極強啊，要訓練佢哋點樣俾你叫佢返嚟，防止亂跑會走失噶。飲食要控制啦，避免過分肥胖。雖然短毛，但都要成日刷啊，唔好等佢哋成日甩毛啦。定期清潔耳仔，防止發炎。佢哋性格友善，適合有小朋友嘅家庭。希望今集幫你哋了解咗呢隻快樂嘅小偵探 Beagle。記得訂閱吱喳講舊話，留言分享你嘅毛孩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